你心口寫住大細路喎，你係香港其中一個車 group 叫 Big Boys Club。 Big Boys Club，你點稱呼啊Eddie， ？Eddie 你好啊，你而家喺邊度咧？我而家身處喺澳門路環。澳門路環啊？點解會喺呢度啊？今日咧，我哋有幸被邀請參加一個咧澳門環遊。係澳門環島遊。聽講咧，唔止你一個 Big Boys Club 嘅兄弟喎，有好幾個喎，有4-5個兄弟都一齊嚟玩。係啦，咁我頭先咧就偷聽到你哋傾，咁咧你係原本個人唔係喺香港㗎喎，好似我個人喺英國有幸翻嚟，係，然後就其中一個 boys 就邀請我哋，喂，有冇咁嘅玩？好玩，係，喂，有時間趁翻嚟即刻玩。哇，正啊！咁你今次有咩感受啊？我首先第一次 monkey 嘅啫，我第一個感受行到第一個圈之後，我覺得哇，好似日本嗰啲玩 Mario Kart 嗰種感覺，即係能夠喺公路上面有一班好有特色嘅車圍住澳門大街小巷不停咁樣喺度，周圍啲人一經過，所有人都望住你，哇哇哇哇哇，嗰個感覺同你喺日本揸住嗰個 Mario Kart 喺日本城市入面玩係一模一樣。我哋咧一般我哋喺香港騎士啦，即係我哋啲 rider 啦，大家知道咧，你哋呢班大細路咧，全部咧香港都係揸啲大車㗎喎。係啊，大部分都係卡嚟。咁好啊，我又想問下你啦，嗱，咁啊大車一定係夠重夠安全啦。你覺得咧喺澳門呢度玩啲細部嘅車仔啊，安唔安全咧？我覺得恰到好處，因為澳門啲路咧，你當係一個小城市入邊，monkey 咧俾我感覺好靈。我頭先一路轉，我發覺自己係非常得心應手，好 enjoy 啊，係好玩啊！最緊要就係嘛。嗱，今次咧我哋 Big Boys Club 咧，你有幾位成員啦？咁咧其實你哋咧就有10幾位成員噶喎，係嘛？我哋行上10幾位啦。嗱，如果有機會俾你翻香港講起呢件事，你介唔介紹話你啲兄弟過嚟玩啊？其實已經拉緊嚟㗎啦，拉緊嚟啊！拉緊嚟。咁你會唔會再出現先？亦都有啲兄弟都想嚟，就一到時間我都希望可以做。好啊，好嘅，幾難忘嘅經歷。好啊，咁啊，多謝你先啊，Thank you，拜拜。